来看咱的长辈时代安怎过这个七夕的情人节，有特色服装的表演，有穿这个西米露甲新娘衫，阁有甲这个航空公司的无人机总甲包入来的。原来咱的时代这个情人节嘛过甲真浪漫。龙珠的造型，95岁阿公牵97岁阿嬷结婚超过50年，还有这对足够水的传统风。阿嬷我伫阿公的身躯边，阿公比一个足漂泊的手势，毋但是伫台顶发挥创意行步，嘛做拼死的练舞，就是为着10月会当徛起哩小巨蛋的舞台演出。因为中午1点半就要去练了，咱比较重视睡觉啦，哎啦，其他的配合都很好啦。阿公阿嬷嘛分享灯会秀的秘诀，就是生活爱正常，爱运动，保持好心情。情人节苗栗南庄嘛有一个活动，就是邀请2对买100回老大人，互因穿西装、穿新娘衫，就算是兔乖翕相嘛欢喜甘愿。机场内底有音乐声，航空公司情人节包机嘛选伫这天。这对翁仔某穿粉红色的情人衫，结婚50年啊。儿子、女儿、媳妇他们精心安排的。老翁仔某对镜头甜不不，用无同款的方式庆祝情人节。